平安，平安。咱要来圣殿敬拜主，这是咱有比心，咱用速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生母玛利亚出世，伫坟中彼拉多前来受苦，定时第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地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遮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道的教会。圣路的上空，做的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们。主的听亲像一道江河，咱的心是什么主的？咱单单要来敬拜。主的听是河顶的江边，咱单单要来敬拜。听亲亲来，咱的心不容欢喜。不是空虚的，咱都一个甲主讲，我一生来敬拜你，我一生听你，我一生要来荣耀你，我一生要来你，因为你来我永远无回头，我来跟对你，咱以后为了念这首一生爱你的歌。亲爱的，宝贝耶稣。
上帝创造有伊的时，嘛是伊的节期。伫春天的时阵，大地充满着上帝恩典，有青翠的草木，花蕊四界看，鸟只蝴蝶飞来飞去。凉风微微吹，这是上帝奇妙的创造。咱来用一首，万面充满着你的恩典，万面充满着你的恩典。一枝草，一点露，拢反映上帝的大慈悲、大慈爱。春风吹来一阵月兰花，春风吹来一阵月兰花香味，树头起青椒欢喜的欣喜，溪水边草木青翠水可蓝意，我看你上帝的充满的万美。一条路，海边的美丽。
和华是咱的保护者，我要举北五山，我的帮赞是对倒落来。咱的帮赞是对耶和华上帝来，伊要互你的脚无摇转。咱要用台语来唱一解，这条歌是对诗篇121篇出来。要爱咱兄弟姊妹，咱来读一解，读一解歌词来。伊无要互你的脚摇转，保守你的脚袂落位，保守你的是耶和华，伊伫你正面应领你，你是日头也袂伤你，暝是月亮也袂害你，耶和华会保守你，对一时直到永远。我的帮赞对打落来，我的帮赞对打落来，我的帮赞对创造天地耶和华也来，我的帮赞对打落来。
阮感谢你，阮的帮助是对你而来，你是阮的保护者，阮感谢你，无时无分日时暗时保守阮，保护阮，因为阮知阮的帮助是对你遐来，你嘛，互阮的骹无来绊倒，无摇拽，阮感谢你，你保守阮免受一切灾害。阮伫患难中求救你的时，你嘛应阮，带阮离开迄个歹的。恳求你照你的话来赏赐阮智慧，愿阮恳求话当到你的面前。求你照你的话来牵救阮，互阮会当来切切羡慕你的救恩。当阮失迷亲像放尽的圆满一时，求你找求来超找你的罗卜，照你的话、你的律例来救赎伊，照你的主爱来，互伊有得到活命。以你的救恩，互阮能离开迄个歹将一切荣耀拢归乎你。感谢而乐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请坐。即摆是咱公道的时间吼，像咱现开周报吼，看公道的即个事项吼。只有9条吼，但是加咱消息报告内底呢，注意到咱世界和平呢，安尼算有10条吼。那公告一个重要代志，就是咱来到咱天地面前，咱要安怎来到伊面前呢？咱先为咱的罪来悔改，爱放着咱的担当。所以即时请咱来祈祷，为家己的罪，对这个世界，对咱即种呢，都来祈祷，把咱的心献给咱的上帝。咱的帮助是为创造天地耶和华而来。阮伫天顶的爸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给阮组织遮，互阮会使来做伙，来遮行你的教示，来遮知影阮的帮助是为你。主啊，阮靠家己啥物都无在做，主啊，阮支持这个平凡的日子。主啊，阮做些代志，逐工伫遐替阮家己来求，但是主啊，阮袂记你替你的国来求你的国你的意思。主啊，阮袂记替阮的厝边替阮的朋友来求。主啊，请你赐阮一个你替人求的心，知影阮是活伫你的内底，知影靠耶稣基督，阮已经有你的救赎。主啊，阮应用你，来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即是咱要来启用，我来启兄弟来用。我若会知影讲人的语言是这天使的语言。若无进来，我就亲像落去来，人地了。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，每礼拜把课程赶快去进行。我若有教义的信心，通移山倒海。若无进来，我就无路用。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，也是献身身躯和火烧。若无进来，对我无利益。仁爱是宽容，仁爱是有主意，有仁爱就袂嫉妒，为好要交付，袂做见笑的代志，
袂求家己的利益，袂快受气，袂叫魂，袂爱不义，只有爱心理，应该会包容一切，对一切有信心，对一切有愿望，对一切有耐心，忍耐永远存在。传达上帝信息的温数是暂时，公平有的温水会无去，知识嘛会无去。咱所捌的有限，咱传达上帝信息的温数嘛有限，毋过迄个完全的记落来。迄个有限的就消息。我做囡仔的时，讲话亲像囡仔，意见亲像囡仔，想法也亲像囡仔。但我已经成人，就将囡仔的事讲透晒。咱现在亲像照镜咧看，模糊无明。将来会面对面看清楚。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，将来会完全了解，亲像上帝完全了解我。安尼信、盼、忍耐，这三项永远存在。其中上重要的是忍耐。来，请起立，咱来念圣诗。咱请信歌队来献诗。
颂赞起了荣耀的生命。我的歌唱，唱呀唱呀，唱到邻里都欢喜。主生命现在来掌权运行。多谢信歌队的献诗，咱先开周报吼，来看即摆消息报告。第一点，咱后一个主题是男神纪念主日吼，请遐这有比心、关心、大道甲奉献。第二点，今日会后咱有小组的聚会吼，11点的花舞礼拜照常来聚会。第三点。这用华语来讲哈，请我们同心为中东地区，特别是美伊两国的紧张局势来呼求哈。第一个，求主平息战火；第二个，赐下谈判的智慧；第三个，兼顾当地的教会啊。因为圣经约翰福音14章27节记载，主说：“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的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”来，咱即摆来做伙来读今日的圣经经节。欢闪欢书两唇，温柔要脱热，顶顶来三万用，要和平三百地修建起所修此为法律。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。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示合而为一的心。以弗所书4章2到3节。咱今日牧师要正道的圣经的经节是腓立比书3到5，还有9到11节啊。台语部分我来读。我既有笑脸恁，就感谢我的上帝。逐摆为着恁众人祈祷的时，定定欢喜来祈祷，因为恁对头一日到今三角有份伫兴起福音。甲我所求的，就是互恁的忍耐、伫智慧以及逐项的晓有充满又搁充满，直到恁会验出迄个较好的事，互恁宣传无贪爱，到伫基督的日，用义的果子满满，就是对耶稣基督有的，要互上帝得到荣光而乐。华语读经，我们请吴宇恩同学来读。大家平安，我要共读腓立比书1章3到5节、9到11节。我每逢想念你们，就感谢我的神；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，
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，因为从头一天时，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希望福音。我所祷告的，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使你们能分别是谁做成食物过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，仁义的果子，叫荣耀称赞归于神。好，谢谢。请牧师来祝福祈祷。来，小朋友，你往前。对，阮感谢你。感谢你，互阮三个组织、甲遮个细囝、甲遮个兄弟姊妹，同心做伙来学了主。阮知上帝你疼阮，你顾守阮，互阮伫生命内底、伫家庭内底，通过细囝成做家庭的祝福，嘛成做未来生命产业的赏赐。主，阮知，阮需要管教，阮需要陪伴，阮需要用上帝你的话语来常常陪伴教导遮个细囝。互因的成长的过程有主你的话语，真做因生命的帮助。愿上帝你赐福因，互因伫欠缺、不足、软弱、软者的时，常常用祈祷来超找主。让上帝你的话真做因的帮助，互因成长，真做主你国度内底的精兵勇士。阮伫你面前，搁一摆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仰望交托上帝。愿上帝你帮助阮，互阮常常伫祈祷的中间来经验主你的大快乐。愿上帝你赏赐互阮，同心伫祈祷的内底来体会主你的疼痛。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好。每位兄弟姊妹。今日牧师要来跟咱大家做伙分享一个主题，叫做恩典的卡日合一的这段。咱想象一下，耶稣基督有亲像一个作曲家无？是安怎讲？耶稣基督是作曲家。想象一下，圣神是会当讲是一个指挥。佮简单讲，咱本身。是一个真水的乐器，我一直咧想象咱的一生的中间那亲像咧啥？上帝伫咱的生命中，互咱伫这个世间到底是为着什么？我感觉上帝拢咧通过伊所创造的生命的个体，在创啥？那像咧演奏一场音乐会共款，所以我认为耶稣基督是一个作曲家。然后，咱伫圣神的引出来内底，得演奏出一条，每一个人咧演奏出无相款生命的歌曲。为什么安尼讲？咱看见耶稣基督是上帝，伊为着咱
每一个人伫教会信徒羊群的中间，通过救赎，有无？通过救赎的这个乐谱，互咱毋若认捌这个救赎的恩典、救赎的福音，嘛，互咱会当体会到有主就安怎，就平安。吼，咱的生命就变安怎，安尼浮浮沉沉，啊，甚至感觉安怎伤害，甚至感觉安怎无平安。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，圣神一直咧引带咱，有亲像啥？亲像迄个啥指挥家吼，对安怎？咱拢是乐器对无？然后指挥家安怎？伊听人讲，来，你遮较细声哦，来即摆换你啊，来即摆是换什么人？所以我认为，咱人的生命，咱亲像伫建造出一个啥？演造出一个无相款的音乐。但是这个音乐的过程的中间，你会看到，有当时吼，我想要较大声的呢，吼，我无啥想要演奏呢，会袂？有无？有啊。所以我认为，伫咱的生活中间，每一个人拢在体会到底上帝安怎互咱体会迄种的稳定。所以无相款的人伫无相款的位置，等于演奏出来音乐，就安怎？就无相款。体会救赎的工课的诗歌，敢有咧停止？敢有咧停？音乐敢有咧停的？无啦。你会发觉吼，你无要演奏不要紧，有人会安怎？有人会去演奏。吼，但是当你若看到袂歹呢，伊看起来安尼也袂当创啥，佫看起来安尼也无啥物愿望，伊个演奏出来佫诚水呢。兄弟姊妹，恁会知影吼？入门的时阵，敢有看到一个青少年？拢无哦，可能较晚来的较有看啦。若较早来的，可能恁无注意吼。等下牧师邀请咱，等下咱若落去的时阵，有一个青年国中生，伊国一生，伊就是大桥国中的志工申请志工服务，也就是咱的教会，即摆是大桥国中的啥？这个志工时数的这个啥伙伴的服务中心服务机构哦。所以，咱的教会等我接到这个囡仔的妈妈讲，牧师，请问教会有没有让我可以去申请？我说有啊，欢迎你来。所以等下咱落去的时阵会记得伊叫做宋小溪，宋小溪。咱等下讲说，宋同学，谢谢你哦，加油！伊做的工作最简单，就是伫遐交代，然后搀扶咱的这样兄较年长者。所以咱家鼓励，伊毋会当体会到。这个教会虽然伊毋捌，伊虽然是咧啥，是要赚得迄个时数，但是通过服务的中间去体会到啥？体会到咱是一个充满着主听的稳定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做客家，我头拄有讲耶稣基督，他亲像做客家。这做客家伊的乐谱，敢会无去？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耶稣基督的稳定救恩，袂无去啊。但是人有要演奏无？会随在个人啊，但是兄弟姊妹，圣神一直拢在引带咱每一个人，在演奏出一个水的歌声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当咱每一个人放落家己的节奏，定心倒转来专注伫这个指挥圣神在甲咱带路的时阵，你会发觉，咱伫混乱的中间，会定心找到一条稳定合一的道路。阿们。所以，甲你边兄弟姊妹讲，愿合一的灵与你同在。今日咱所看的圣经节，保罗伊伫迄个真艰苦的困难的中间，伊的心中悠然欢喜。咱今日所看腓立比书这本这个书卷会当讲真特别，因为保罗伊这个喜乐的来源。伊是伫困苦的中间、艰苦的中间所写、所留落的一个水的脚迹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稳定的脚迹，敢真正拢是你所看到拢做好，较叫做稳定？毋是啊！你若了解腓立比书，这卷册内底，伊咧讲啥物，你就感觉讲哇，你的心内感觉讲哇，上帝的奇妙，圣神的工课，哪遮尔啊奇妙？腓立比的教会的诞生，其实是一连串无顺利的过程开始的。咱看一开始，这个卖布的啥，卖知识布的啥，这个负责人，
你知影知识部哦，代表是足尊贵的布料哦，所以伊本身是一个啥？是一个足好业，伊安那，伊非常卖即个高端奢侈品的啥？的即个商人哦。但是伊伫迄个过程的中间，伊竟然拄啊好伫保罗伊伫啥河边？什么？啥那伫河边咧祈祷？河边咧祈祷，你若甲看吼，保罗伫迄个过程的中间，圣神伫互人伫祈祷的中间，圣神就会引出有想要熟悉福音、认捌真理的人安怎？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来认捌着。所以我感觉即个鲁迪亚，吼，即个卖知识部的鲁迪亚，即个卑微的使女，吼，带着使命的即个女主，包含啥？包含《使徒行传》16章内底有一个啥？有一个即个关保罗的即个啥？即个狱卒啦，吼，即个兵啊，吼，关这监狱的即个兵啊，看到即个门开了，伊拢足惊吓的，惊伊讲迄啦，保罗较会汹涌，我走出去啊，这门啦，我家己开啊。后来即个啥？即个兵啊，伊敢有惊甲向台死，敢有？无哦，伊是惊伊向台死哦。讲我保管的即个保罗，甲关的即个保罗是安怎来无去啊？所以后来即个兵啊，伊后来安怎有信主无？有。所以咱来知影，菲律宾教会是遮的人所组成的教会啦。所以咱就理解菲律宾的教会伫迄个过程的中间，保罗咧讲的遮的话，拢是咧讲啥？拢是跟这背景有关系。所以今日咱所看的圣经节，咱就爱看即个背景的故事，重新倒转来看保罗伊为什么要讲这个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教会的起点毋是成功，乃是伫稳定的卡热，伫困难痛苦的中间，互咱重新去感受到迄个上无助、上软正软弱的时刻所产生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阁讲一摆，稳定的卡热，稳定的卡热，毋是你享受到偌济，看到偌济成果，毋是。稳定的卡热是咱每一摆伫起造教会，人甲人的过程的中间的磨合，安怎在经历上帝圣神的大开展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软正软弱的中间，拄着稳定。毋简单发生伫2000年前的保罗身上，嘛发生伫咱即摆教会甲每一个兄弟姊妹家庭的内底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为什么安尼讲？当人伫软弱困境的中间，你会转向上帝袂？会袂？会哦，会哦。亲像啥？亲像吼，这父母吼看到囡仔咧成长的过程吼，你毋通为着囡仔要互伊做了偌好啦。伊爱做了偌好，你较会欢喜啦，毋免。你只要看见一个囡仔，伊当伊咧面对伊的成绩，面对伊的智慧甲能力的有限的中间，你陪伴伊，你毋免甲骂，你毋免甲指责，你只要看见伫伊需要的时阵，安怎带伊祈祷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囡仔毋免甲伊讲，你着爱偌济分啊，安怎样？毋免。你就爱甲伊讲，你有欠缺需要的时阵，你爱甲上帝求讨。所以为什么牧师邀请这些细囝，咱教会这些青少年来到台前，互因来做伙来陪伴因，来甲因祝福的祈祷，就是要互因了解，当因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就爱用祈祷来敲找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稳定的记号，代表的是当囡仔伊会晓得转向上帝的时阵。伊就会知影这个过程何等的要紧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看今仔圣经节，伫咱的信仰的生命中间，这份稳定唔简单停留伫咱个人内底，包含伫咱的家庭的关系内底，上帝的心意在伫咱要安怎样，会当伫这个稳定的过程的中间，更较合一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日我头拄讲这个经历，这稳定的卡家吼，拢是伫困难的中间。啊，若是经历这困难的中间，咱要安怎个会当合一，这就无容易啊啦。所以咱今日咱就是要学着这款的智慧。所以今日圣经节，腓立比书第1章第5节，保罗伊讲啥？伊讲因为恁对头一日到大三甲有分，伫起第啊啦，伫兴起福音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伊讲
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，你们是同心合意，兴旺福音。兄弟姊妹，咱起着教会是要做一下，要不要同心合意啊？要啊！我们同心合意，我跟你讲哦，同心合意，同心合意，原文的意思 ，koinonia， 伫教会的事奉的内底，代表的是一个合一的团队，无可能无有意义啊，不可能都会一帆风顺的。当间互相的中间拢会安怎？拢难免会有冲突。但是真正的这个 koinonia 代表的是啥？代表的是同心伫迄个过程的中间，知影讲你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，我的代志就是你的代志，大家互相伫迄个谈判的关系中间，在起造这个关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当咱对另外一个同工讲，我无介认同你这个看法呢，咱就要安怎？咱要安怎做？大部分教会信徒通常啦，事工咧做工我无介同意你的看法，通常拢会安尼嫌啦、骂啦。但是咱较少是啥？咱较少是为着团队的合一，安怎？做伙全力来讲，我支持你，我鼓励你，咱做伙来行。所以兄弟姊妹当咱伫教会内底，咱无论做啥物款的事奉，咱毋若谨慎去三好款待彼此。咱嘛着好好伫信用生命中间互相彼此鼓励。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到第5节，咱做伙来看这段圣经赞圣经的话讲，所以伫基督的内底，若有啥物通好劝勉，疼心有啥物通好安慰，信心有啥物通好沟通，心中有啥物慈悲怜悯，恁拢着爱意念相同，疼心相同，佮有共款的心思，佮有共款的意念。互我的喜乐通得到满足，凡事毋通激动，毋通贪图虚华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。逐人看别人比家己较高，逐人毋通顾家己的事，嘛着顾别人的事。恁着耶稣基督的心做心。兄弟姊妹，保罗运用4个，你有啥物劝勉，有啥物安慰，有啥物沟通，有啥物慈悲怜悯。其实伊是咧问讲，恁伫基督的内底真正有得到安慰吗？你没有得到安慰吗？你没有得到劝勉吗？你们有什么交通啊？有什么慈悲怜悯啊？恁得爱安怎？爱合一啦。当恁咧讲上帝偌疼你，当恁咧讲上帝安怎样做工，但是恁内底若无合一的心啊，迄拢是无路用啊。所以合一毋是强迫推销啊，乃是因为咱啉共款的稳定的水，即行过即个稳定的脚迹，咱拢是彼此听过，阿免？你有互主听过无？有啊。所以咱着爱有气力，用相款的听安怎去听伫迄个看见，甲咱看的代志无相款的人啊。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，你看的无相款，我想要了解看卖。你看的无相款，我嘛想要了解看卖。兄弟姊妹，这是真好的动机，嘛是咱要安怎突破咱甲人的关系中间迄个冲突毋捌的所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圣经里内底讲起讲，凡事毋通激动，毋通贪图迄个虚华的荣耀。迄哪亲像啥呢？哪亲像这音乐演奏，我头拄有讲着，这乐器演奏会共款吼。咱有的人安怎？有的人会想要有观音的啦。这唱歌敢会咱一直拢唱大声，会使无？袂使咧。咱嘛为着安怎？咱嘛为着要安怎？我感觉安尼较好，我就要安尼行，安尼做。毋通激动，毋通贪图虚华荣耀。后底伊个内底佫讲着，只要心存谦卑，逐人看别人比家己较强。这合唱团咱这圣歌队内底就是咧强调这个啦。你若要唱歌唱了会合宜啊，会合作伙啦，就爱每一个人拢要有一个谦卑的心。你会晓听着别人的声，别人安怎？逐个人看拢比咱佫较好，你着安怎？你着会听见迄个人伊的声音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内底讲，逐人毋通顾家己的事，着爱顾别人的事。咱伫演奏的中间，毋单单着爱看家己的谱，嘛着爱观察每一个人伊的情形啊。所以
咱的教会是真有疼心的哦。吼，咱即摆吼彼此若是要请假吼，咱拢较早教会做者教会拢安尼哦。有人要请假吼，你讲哎呀，你搁咧请假，唔通请假啦！教会毋是安尼，教会袂使安尼，你来挖靠信心哦。兄弟姊妹，其实毋是安尼，真正有个人真正有软弱，有软弱，咱真正爱互伊有一个抽提的所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，就是要同心合意的秘诀啦。兄弟姊妹，咱要安怎样会当伫今仔圣经在内底教导咱？要安怎样伫稳定的卡架中间得到一个合意的心志呢？就是咱今仔圣经在内底腓立比书第1章第9节讲，伊讲啥物？搁我所求的，就是互恁的忍耐，伫智慧以及逐样的晓悟充满，搁充满。兄弟姊妹，保罗祈祷爱咱的疼心吼，需要伫知识甲逐样的啥？晓悟爱济搁较济啦。我简单讲一下吼，什么是知识？知识吼，代表讲听过，你得爱去经历啊。咱游泳吼，你会晓游泳袂？袂，但是你知影游泳安怎游无？知吧？吼，你知影蛙式是安怎？敢若是安尼对无？但是你若真正跳入水里，你敢会晓？都袂晓啊，对无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身历其境以后，你发现，哎呦。它有浮力，有什么？有呼吸道的我们自己的肺活量的这个氧气，好，包含水在我们身上，在水底咱的身躯顶面，要安怎去换气？你真正去经历了，你会发觉安怎？无相款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当咱咧讲疼心疼人的时阵，咱知影爱去疼人，但是知识你得爱去较深去认捌，到底要安怎样真正去经历？所以圣经内底咧讲的这个知识，是爱对听过了，该安怎？你要去经历啊！所以兄弟姊妹，原文指的是你对真理深刻的认捌啊！我搁讲一摆哦，吼，这个知识咧讲的原文的意思叫做对真理深刻的认捌啊！所以你问耶稣讲啊，这你讲的我拢知影，知识这我拢知影，这圣经讲啥我嘛知影。但是你对真正内底真理你无了解，安尼你对知识你毋是真正得到知识，反倒你会真容易把圣经的知识当作是啥压迫别人的啥的器具啊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唔简单，咱爱伫咱的圣经对上帝话语的认捌搁较侪，咱的生命就爱甲主搁较精确的亲身的经历。好，我搁讲一摆，你要有精确的。看上帝迄个经历，所以兄弟姊妹，伫教会内底，咱拢知影上帝是疼，但是当咱看到人伫事业的中间、破病、情绪真歹的中间，咱就爱伫安静的内底，帮助伊去体会，伫安静的中间要安怎体会着主的疼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日咱所看圣经，再搁甲咱讲起啥？甲咱讲一个叫做爱逐样的晓悟。什么叫做逐样的晓悟？好，我举一个例啦吼。咱知影医生吼，医生伊会当诊断病人对无？好，伊会当诊断病人，伊会看讲看你的面色哦，好，看你的这个讲话啊，还是这个呼吸的感觉，伊会当马上讲你可能有啥物病症哦，安怎样，对无？这叫做啥？这叫做诊断能力啦，诊断的能力啦。但是吼，牧师要甲咱讲。什么叫做见识？好，见识好，这个叫做晓悟，逐样的晓悟，爱安怎？我感觉迄叫审美感。什么叫做审美感？你有看见哦？有人看到迄石头吼，我真爱听这个陈默大哥咧讲到伊迄古董的代志，因为我唔捌，啦，我唔捌的人拢快看做迄啥，迄叫做笨蛇啦。但是捌的人，伊个看做迄是啥？珍贵的宝物。兄弟姊妹，信用有真侪时阵，咱的福音伫外口的人咧看，哪像啥？笨蛇啦，无必要，哪有需要迄？对无？但是咱基督徒，若对家己的信用甲福音，你若无迄个体会，你无迄个经历，你要讲福音哦，困难啊！
因为人看你吼，你都无真正对福音内底得到快乐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要有一个审美感。当你若有审美感，你看人咧做啥物，你认为无好的代志，你嘛会甲伊用正确的心理去甲伊看待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我咧讲的。当你看到人伊心中的需要甲欠缺，你自然就会安怎表露出用一个正确的方法安怎甲伊听、甲伊关心。所以你看这个图吼，倒手边这个图，有真侪时阵吼，有一个人有需要哦。咱有做侪时阵，拢安怎？赶紧传做侪简讯，吼，传简讯较简单对无？吼，甲伊关心，甲伊讲，你得安怎样啦，安怎样啦。但是你有看到这个人安怎？伊的面安怎？格格，吼，艰苦心，吼，你嘛毋知伊到底是需要啥？咱会真容易甲对的代志，用错误的方法在做的时阵，就安怎？就无相款啦，互对方感觉压力。但是当咱若有一个达款的这个啥晓悟啊，咱今日所讲的这达样的晓悟的心啊，你毋有知识。你佫会知影要安怎样去关心一个需要的人？你会互一个人伊的生命安怎？哇！我来为你祈祷。你若有需要的时，你安怎？你随时来找我。来对牧师安尼讲一摆好无？我得为你祈祷。你有需要的时，随时来找我。我得为你祈祷。你有需要的时，随时找我。有感觉做客观无？有徛伫对方的立场无？会袂？我得为你祈祷，对无？好，你有需要的时，随时来找我。我无马上讲，我会为你祈祷。来，你甲我讲，你有啥物需要？你莫紧讲，你马上甲我看，紧讲啊！我咧为你祈祷呢。我头拄仔讲，你有需要的时，随时找我。注意哦。头前迄句是好的，我会为你祈祷。但是后壁迄句你若讲，你讲啊，你莫讲，你莫讲，我哪知？一直传讯息，逐工传，兄弟姊妹，我感觉较好的方法是安怎？有当时爱互人有空间，吼，互人有一个抽屉的空间，自然而然你会发觉，迄个疼，迄个安慰，自然就带到伊的生命。所以咱今日可看圣经在疼心。是无求回报，心性的疼，对无？但是咱得爱有更较对真理更较侵占的人物。当咱伫人物知识的人物内底，咱自然会当有逐样的啥晓悟啊。这就是今仔日保罗咧讲的，有伊的顺序呢，疼心。但是你要有知识，你要知影。你若毋知影，你疼心你黑白用毋对呢。你得有逐样的晓悟的心。你才能理解人的需要是啥，毋是你讲圣经真好，你一直该呼伊，伊听袂落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真侪时阵，咱教会内底，咱面对未来，咱毋是凭感觉，咱是爱凭着真理。咱爱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会当伫生命内底不断来成长。捌有一位韩国的牧师吼，伊伫受骗的中间去一间教会的时阵，伊对所有信徒分享一段足震动人的心的话啦。伊讲，我已预备好将生命葬在教会，我的青春、泪水跟呼吸啊，我都埋在这个地方啊。你是否愿意跟我一同埋下生命，好让上帝的教会重新活起来？各位兄弟姊妹。牧师有跟咱分享，到伫未来牧师若无伫咱中间的时阵，咱每一个同工中职，甲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就爱更加当心伫上帝教会内底，大家专心专意做伙来医治上帝伫即个所在所要流落的疼，要创啥？敢真正互咱内底咧享受即个疼？毋是。咱就爱带有使命，这个使命就是恁爱去经历主耶稣基督的疼，伫恁的生命中间，要带互恁什么款的快乐，行出去去做传福音，
完成大使命的工作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在咱的生命中，牧师期待，咱的教会要不断将生命带入去伫教会内底。这个教会是用耶稣基督做咱的头，咱拢是机体。所以生命要流传落去，教会要得到兴旺，将来毋是因为某一个牧师真牛啊，嘛毋是某一个同工真有啥物款的文书材料啊，毋是啊。乃是因为这群人愿意将因家己的生命带落伫这个属灵的土地内底，然后会当结出好的树丛，然后结出好的果子。求上帝帮助咱。现在牧师嘛要邀请咱将目睭开开，将手放伫咱的心底吼。咱目睭开开，将你的手放在你的心肝头底。咱伫圣神的感动的内底。咱做伙来立志宣告讲主啊，我愿意将我的生活、我的家庭、我的温事、我的材料，深深甲伊放伫大桥教会这个所在内底。这是上帝的殿，咱恳求圣神来更新咱的生命。伫主的听的内面，伫亲近上帝的道路顶面。咱就爱常常亲近上帝，读经、祈祷、追求真理、活命的话，成做咱生命对真理侵占的人物。咱伫服侍主、服侍人的顶面，咱就爱活出人罪悔改的生命。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的生命一直到咱见主面的时，主要甲咱讲好，搁尽忠的路途。咱做伙同心伫主的面前，咱安静几分钟、几秒钟的时间，咱做伙安静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主我的上帝，求上帝你亲自来对阮讲话，帮助阮，互阮伫每一摆亲近你的时，阮知阮痛苦的生命经历无相款的艰苦、困难，家己无和谐的中间，阮知凡事拢有上帝你美好的心意，总是阮来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，定心倒转到伫主你的面头前，恳求上帝你互阮人物，伫圣经话语的人物，互阮看到道路怎样伫一生的中间，行伫上帝你所欢喜，愿上帝你真做阮的帮助，互阮知影保罗鼓励每一个属于主你的子女行子，互阮会当圣君的力量脚步，无惊你偏出的道路，愿上帝你真做阮的帮助，想事困难互阮，祈祷恳求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主啊，求你更新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的一生蒙主你的感觉，真做你的欢喜。阮需要承认，阮面对未来侪侪变动，对未来侪侪阮毋捌的经历，阮的心会不安。总是你的话语嘛得甲阮提醒，阮的痛心就要活出甲主你结连的知识。阮伫属灵、属圣神的引出内底，伫感动的财物的内底，阮就爱搁较侪、搁较侪答应会晓悟的心。恳求你赦免阮，赦免阮伫过去有时只有热情，却欠缺了分辨的能力；有时阮只有财物，却失去了对人应该有的怜悯、感动的气力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。搁一摆恳求圣神来查劝阮，阮毋简单伫大桥教会成做一个聚会的人、聚会的信徒，阮嘛需要甲主你同顶十字架、同埋葬、同割活，成做主你真实所听的儿女。当阮离开这个所在，阮需要带着主你的听来进入伫阮的家庭，进入伫阮的职场，进入伫阮的社区。互阮的听，主你遐来感动的听，会当影响、关怀，甚至祝福伫阮身躯边的人。主啊，阮知影你是行公义、好人民、尊谦卑的主，你爱阮有一款的心，互阮着体会甲主你同行这款的喜乐。愿上帝你将这款的香味赏赐互阮，
放伫阮大家的心中，同心祈祷，靠耶稣的名来求，阿免。咱做伙来唱这条歌。主啊，我到你面前，献上我的今天，我的身体，我的一切，献上当作活祭。主啊，我到你面前。献上我的今天，求你更新，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。我与你同定十架，如今不是我活着。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，我只为你而活。主啊，我到你面前，献上我的今天，愿我一生蒙你悦纳，成为蒙你悦纳，成为你的喜悦。愿上帝话语，嘛通过这首诗歌，会当帮助咱跟对主的脚步，献上咱的性命，一生来对主，咱做伙同心来奉献。咱做伙起立，做伙来吟奉献的诗。咱做伙来做奉献宣告的祈祷。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，伊拥有手术甲受过主权。伫即时，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问题，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。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操练我的内心，分别我的性命。我相信。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，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，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教导。求主按照你的信心甲灵敏赐予我，保守你的教会，坚固你的百姓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吟上用的诗，天的万邦万国万民。天万邦万国万民，天高雄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，以及圣神的交通甲安慰，常常甲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以及每一个伫直播中间所观看的兄弟姊妹三角同在。愿上帝你帮助阮，互阮伫环境变动的中间，犹原瓦靠主的信心甲疼心，继续为主跑走天路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免。